建道神學院蔡少琪院長榮休神學講座，加爾文神學，加爾文預定論嘅整全探討。蔡少琪院長建道神學院院長榮休講座序言。喺建道神學院預備院長職務交接之際，承蒙眾同工鼓勵與協助，特以舉辦神學講座，分享多年嚟研究嘅加爾文主義核心議題、預定論及其相關思想嘅學習心得，心中滿懷感恩。1993年6月底，我喺建道完成咗道碩學位之後，同妻子遠赴美國深造，隨即於夏季嘅課程期間，喺芝加哥郵區迪爾菲爾德嘅3一神學院，開啟咗對加爾文、奧古斯丁思想及宗教改革時期自由意志、唯獨恩典、神嘅護理與預定論等教導嘅研究之旅。嗰陣時，我亦都修讀約翰范伯格嘅多門課程。作為現代加爾文派相容自由意志論嘅核心學者，范伯格嘅立場與經典奧古斯丁神學有着顯著區別。佢提出，如果要建構邏輯更為連貫一致嘅加爾文主義，則須否定亞當具有真正選擇善或者惡嘅自由，同時放棄經典嘅奧古斯丁自由意志辯護。咁樣對啱啱掌握咗奧古斯丁自由意志論同埋預定論嘅我而言，感到不可思議、震驚與困惑。咁樣嘅立場似乎將神嘅角色置於危險且充滿爭議嘅處境。若果人連真正選擇嘅自由都冇，而神又係完全且絕對掌權嘅，咁樣宿命色彩就極為濃厚，亦都不免讓人懷疑神係罪惡嘅創始者。對嗰陣時嘅我而言，咁樣亦都係我所學習到嘅奧古斯丁神學及加爾文神學所不支持嘅立場。呢一份困擾，讓我對加爾文神學產生咗更深嘅研究興趣。自從1994年嘅9月起，我於加爾文神學院修讀哲學博士學位，師從知名學者理查穆勒。越深入學習與研究，就越確信當初嘅直覺並非沒有道理，亦都越發現當中隱藏住極為複雜嘅思想張力與歷史發展。從范伯格嘅課程，我認識咗約拿丹愛德華茲嘅自由意志觀，發現佢嘅立場有濃厚嘅決定論、必然論嘅色彩，與奧古斯丁極力維護人擁有真正自由意志嘅立場，特別係亞當喺墮落之前有真正選擇善或者惡嘅自由意志觀嘅立場存在極大衝突。顯然，愛德華茲嘅睇法比加爾文更加傾向於決定論。當范伯格高度崇拜愛德華茲嘅路線，認為佢係加爾文派中更合理、更具邏輯性嘅觀點時，我心中頗感不安。范伯格所推崇嘅呢一條現代加爾文派路線，與奧古斯丁、加爾文及改革中正統派嘅立場存在頗大分歧。事實上，歷史以嚟，學術界對於加爾文與決定論嘅關係呢一個問題，喺唔同學者之間一直存在住頗大嘅分歧。咁樣更加加深咗我想釐清呢個複雜張力根由嘅研究動力。回頭看，從1993年開始，呢啲研究課題就同我同行咗已經有33年。能夠喺呢一次神學講座中將其整理呈現，亦都係神賜予我嘅恩典。此外，近年嚟穆納與幾位出色嘅荷蘭改革中學者喺呢一個領域嘅研究成果，亦都進一步引證咗我嘅判斷。呢一次
我能夠對呢一啲多年嚟累積嘅研究進行一次較為全面嘅整理，本身就係一份珍貴嘅恩典。值得留意嘅係，喺宗教改革早期，馬丁路德、腓力、麥蘭頓同埋烏尼希慈運理所開展嘅關於神主權、預定論及神嘅護理之教導，核心目的乃是論證人係完全無力自救，救恩係唯獨恩典。因此，佢哋高度聚焦於論證人嘅意志被捆綁，唯有如此，先至能夠鞏固唯獨恩典同埋唯獨因信稱義嘅教義。但係喺宗教改革早期，佢哋卻係採用具爭議性嘅決定論式論據與諸多異生爭論嘅表述。佢哋主張萬事嘅發生皆出於絕對嘅必然，聲稱聖經藉着預定論嘅必然性奪去咗我哋意志嘅自由，更提出備受爭議嘅表達同埋論述。自由意志那係一個虛構嘅事物，或者係一個沒有實質嘅名稱。更極端嘅表述嚟自慈運理喺解釋神絕對嘅護理同埋預定時，佢提出同一件事具備兩個層次嘅始創者架構，主張喺同一行為或者事件中，神與人雖處於唔同嘅層次，卻同為始創者。歷代穩健神學家慣用神容讓任憑罪惡發生嘅表達，絕唔會稱呼神係罪惡行為嘅始創者嘅。慈運理卻直接將神描述為呢一啲罪惡行為嘅始創者、推動者同埋驅動者。佢嘅呢一段論述尤其引來猛烈嘅攻擊同埋極大嘅爭議。因此，同一個行為，例如通姦或者殺人，就其源於作為始創者、推動者同埋驅動者嘅神而言，係作為而唔係罪行；但就其源於人而言，則是罪行與惡行。因為前者神唔受律法拘束，而後者人反倒被律法定罪。呢一啲主張、表達與論述引發極大嘅爭議，遭到對立嘅羅馬天主教神學家猛烈攻擊。佢哋指控改革家嘅教導無異於主張神係罪惡嘅始創者。正因為呢一個背景與相關嘅爭議，麥蘭頓自1535或者1536年起，進入宗教改革嘅第二階段，開展高舉唯獨恩典、捍衛神非罪惡始創者嘅雙軌神學。如果要全面認識加爾文神學嘅特色與內在張力，我哋必須先掌握呢一段歷史與神學嘅背景。因此，如果要全面理解宗教改革呢一個議題嘅發展同埋內在張力，就主題而言，我哋必須掌握預定論、自由意志觀同埋意志嘅捆綁、神嘅護理、因信稱義、救恩論中嘅唯獨恩典論、神作為第一因與人類作為受造物次因嘅關係、神係唔係罪惡嘅創始者，皆為彼此緊密關聯嘅核心課題。呢一啲課題喺近年嘅改革中同埋宗教改革研究領域已經有豐富嘅學術成果，但係喺中文神學世界裏邊，我哋對其嘅探討同埋梳理卻極為有限。希望呢一次神學講座嘅研究同埋分享，能為華人神學世界打開呢一扇門，讓我哋更深入咁理解宗教改革中呢一啲重要嘅課題，敏銳察覺其中嘅核心張力，後期改革正統派所提出嘅重要修改同埋補充，並認識到改革家之間以及改革家與宗教改革正統派神學家之間
對於部分教義原本就存在住重要嘅分歧。本文將圍繞神的預定論、護理、意志捆綁等核心議題，透過5大論題，層層遞進展開研究，為華人教會建構一套關於加爾文預定論以及相關議題嘅完整研究架構，並為較不熟悉近年加爾文主義研究嘅讀者提供深入且全面嘅入門途徑，亦都讓我哋明白點解本來係同源嘅路德宗同埋改革宗，最終就呢一啲嘅核心議題上有重要嘅分歧同埋側重點。